只要是能救他，做什么我都在所不惜，所有的事我都能承受。父神已经取消了青木与景昭的赐婚，从此以后，北海上君的亲事由他自己做主。青木，青木，你怎么了？青木，青木，青木，你怎么了？青木，青木，你怎么了？青木，你怎么了？景监，青木这到底是怎么了？这刚刚不是还好好的吗？他中了3首火龙的龙息。这个龙息诡谲霸道，刚进入身体时，会被误认为是普通的灵气，难以察觉；但发作时，已经侵入他的灵脉之中。怎么了？没事，走吧。那有什么法子可以将他治好吗？3首火龙已是半神，他的龙息寻常灵力难以化解，唯有以上神之力进入青木体内，才能化去龙息。那不是只有天帝天后才能救醒青木？我这就去求天帝。后池，今日大殿议事之后，母神因为青木悔婚一事同父神争吵不休，父神不堪其扰，已经去朝圣殿闭关了。朝圣殿？那是天宫圣地，朝圣殿外有神之结界，只有上神才能踏入。如若谁硬闯的话，定会被结界神力劈得魂飞魄散。父神只要入了朝圣殿，没有半载数月，定难出来。他又伤得极重，若是明日此事还不能化解的话，恐怕性命难保。如今能救青木的，就只有母神了。我这就去求母神。等等，我去。后池不可，今日青木才拒绝了和景昭的婚约，他肯定会为难你。你也说是因为婚约，那就算景监去求天后，也解不开他的心结。青木为了我，放弃了天宫赐婚和北海的海域。我不能在这空空等着，只要是能救他，做什么我都在所不惜，所有的事我都能承受。